頻頻撲撲奮鬥咗咁耐，攞到3到4人單位，一齊睇睇我屋企裝修得係咩樣呢？入戶右邊組合鞋櫃，唔單止執鞋咁簡單，客飯廳 L 型電視櫃，成面護牆板呢度係唔係唔發覺有間門呢？細佬房黑腔玻璃趟門間隔，呢度有獨立學習區，做地台床一舉兩得，休息又有收納，床尾衣櫃分段式設計，隱藏門入來主人房，地台床加櫃桶入門啲嘢方便攞。分段式衣櫃一格開放格延伸連書台，浴室 PD 門入內，上下做櫃，收納唔好睇少嘅。廚房 L 型櫥櫃，台面高低差，烹飪唔攰腰。每一寸空間都值得被用心規劃，從水電隱蔽到智能收納家私，用專業經驗為實現理想嘅家。